最近我看到太多家長焦慮，太多學生被責備，每次我都想問一句：孩子學不會，真的是孩子的問題嗎？那天補習，我看住學生寫的作文，題目很簡單，就是一篇搬遷啟事。理論上這題不難，只要寫清楚搬遷日期、地址、致謝就能拿高分。可是學生整篇都錯。開頭寫我的 X 店，像在寫日記；中間講因為租金上升要搬家，像報告；結尾環保一句請大家放心來買，像安慰信。我看完腦袋是空的，不是因為學生寫得爛，而是因為學生根本沒被教過啟示是什麼。學生不是不會，是被教壞了。他照着小學的套路，起因、經過、結果，因為沒有人教他不同文體，有不同寫作結構。寫啟示不需要講故事，也不用我覺得。大家放心，這些口語，他不是笨，只是沒方向，方向錯了，再努力都是白費。學生還跟我粵，老師在課堂上粵，無論你們寫得多好，我都不會給滿分。這不是謙虛，而是傲慢的放棄。他不是在教學生進步，他在宣告我掌控你的極限。我讀大學時，老師也粵過，這科很難，要多努力才能及格。那是一種鼓勵，但這位老師的話潛台詞只有一句：你們再好也不會被肯定。這樣的老師不是在教育，而是在馴化出一群沒有熱情，只為交功課而交功課的孩子。學生學不會，不是他不努力，而是整個系統都壞了。學生不懂文體，不懂方向，結果寫什麼都像記敘文。老師不敢給滿分，只會糾錯。學校怕家長，怕責任，到最後教育只剩制度，沒有靈魂。我知道很多家長很努力，也花了很多錢，但你們有沒有發現，孩子的補習班越多，學習興趣反而越少？不是因為他不想學，而是因為我知道很多家長很努力，也花了很多錢，但你們有沒有發現，孩子的補習班越多，學習興趣反而越少？他被教錯了。教育的本質從來就不是灌輸知識，而是教會孩子怎麼學會學習。你以為孩子在補習，但其實他在補那些從沒被教會的東西。AI 時代來了，學校不再是唯一能學習的地方。我不是反對學校，我只是想說，如果學校不改變， AI 會改變世界。因為未來的世界不是看誰記得多、考得高，而是看誰能真正學會學習。學生不是學不會，而是沒被教會。教育的第一性原理就是教人學會學習。或許我們都該重新學習，什麼才叫教會 Future Learning Led。